什么忙到个就是？那么绝对是买还不懂呢？什么的什么的，我还没我妈的，你国产那点多。谁有没我这里可来我可垃圾随便都也随便都点嘛是给可来。有啊。他这里他妈天天早上你得早上的都说叫跑追早上的那成对叫什么？我估计是个上单，我那个，你除了个来叫来个钱，拿主要不过那边的，拿其他的刚俺来做，长得个过年过不到年做，说今嘛真正那就进不多啊子，我那个，我爸母买的，我爸母我做过的，我爸母买的。还我这里多少了，我把这些人就是把这说着，还是就是能觉得说就是给我了呢。对，床板没得说，你在那头啊，我几切去。啊，我都先觉得个刚切都唔多，我先觉得个几个米。他我小不人家的，我小擦，我20几年吧，跟20几年吧，讲的这个。我几个米一讲，我都几个米，好多啊，我都去年先觉得个几下的，我几个米，好多。20几年吧。啊，我年头老追的那跑不追，看几年吧。